人到咗某個年紀，開始明白一樣嘢，死唔可怕，最怕係走得無聲無息，後人唔知擺你喺邊，自己無位落腳，連拜都拜唔到。其實死唔係結束，係另一段路嘅開始，但條路點行得穩，就睇你生前點安排。骨灰龕唔係擺低一個盒咁簡單，佢係俾靈魂有個落腳位，係一個日日有人誦經、香火唔斷嘅清靜地。放喺校園地宮入面，環境清幽，香火常在，唔怕無人理，唔怕無人記得你。對屋企人嚟講，呢個位係拜祭之所；對自己嚟講，係安心歸宿；對下一代嚟講，係香火唔斷嘅延續。做人一世求嘅係咩？一個好交代，一份福留低，咁就夠。